各位所有十方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台湾呢，目前呢，这个疫情呢爆发很严重，非常厉害。但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很不方便的环境里面，但是我们要能够大家团结一致然后心情呢也不能说太低落。我们呢应该要勇于来面对，冷静沉着来处理。我相信大家只要站在一起，一定能够渡过难关，渡过难关。那么下面我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大家写这一章，大家互相结个法缘。勿争利而伤兄弟手足之天伦呢，就是不要去争抢，为了财产，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伤了兄弟的感情。兄弟就是好像手跟足一样，手嘛，还有跟脚嘛，脚你手跟足就腿嘛，或者脚都可以这么说。这个如果哪一个地方受伤了，太不方便了，我们会主动的来协助他、关心他、帮忙他，就如同天伦。所谓天伦，我们都知道，好像父子关系，好像母子关系。妈妈生孩子，她一定会疼爱你，孩子呢能够有反哺之恩呢。回过头来，我要孝顺父母，这是天伦的关系。天伦就是天然的，大地之间很自然的关系，这叫天伦。天伦，你兄弟的感情也是如此啊，也是如此。我们应该彼此照顾，不要破坏彼此的这种感情。各位，这是很重要。而且又是因为了财产，可能你解得不公而来互相伤害。这种情况下，各位，你破坏了天伦了，就逆天而行了。本来这是自然符合天这个一个大自然的道理，但是你把它破坏了。家庭不和睦，我们的印途不开通。印途不开通，各位，我们做事情就会很多挑战。你的内心当中不平和嘛，不平和，家里不和睦。就会出现很多麻烦，太多的麻烦，心情啊，你的身体呀，然后我们人生的意义也会丧失掉。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争利来伤兄弟之间的感情，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、自然的关系，你不能去破坏它，不能去挑战它。不要自私而断了亲朋挚友的情谊，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私心、个人的利益而断了这些亲朋好友。大家都是非常互相照应的，彼此非常有爱的。结果因为了我们个人的私心，为了个人的着想，没有想到别人，没有想到对方，而把这个亲朋好友彼此建立的这么深厚的感情呢，这种情谊把它破坏掉了，把它斩断掉了。可惜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呐，出外要靠朋友，人一定要靠朋友，人要靠人，山不一定要靠山了。但是我们呢，如果有更多的朋友，我们有人关心，有人协助，尤其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生病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有朋自远方来来关照你、关心你给你鼓励安慰，你会觉得人生很有意义。病也好得特别快，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、任意的、任性的把这亲朋好友彼此建立的这种美好的感情，不要随意的把它斩断，或者是让它割除掉。这种东西呢，为什么为了自私、个人的利益去伤害到别人？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、邪知邪见的这种作为，千万不能要这样做。勿贪吝而弃天道圣贤之仁慈。你不要为了贪心吝啬嘛，
一毛不拔，我们没有一种怜悯施舍的心，没有。你为了贪而非常的坚定的，所谓坚定就是不肯施舍，而放弃了天道、天地之间这些圣贤的仁慈。为什么他会成圣？为什么会成贤？好的人，伟大的圣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符合天道。天道在哪里，他就不会贪心，那个内心非常的慈悲，非常的仁慈，好好的疼爱人，不但爱惜所有的人的生命，更不会为了个人一己之私而去伤害到其他人。他随时都有同情、怜悯肯慈悲喜舍这样。因为他有做到，所以他才叫做圣贤。所以他有这种资格，有这种条件，所以我们这是符合上天所应该有的普世的价值。普世的价值叫做天道。天道，他因为来遵循了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变得成圣成贤了。他们这种慈悲仁爱的心、慈悲的心，这个我们不能去违背，因为为了你的贪心，为了一毛不拔。那结果你违背了这样一个行为，违背了，你变成永远都是凡夫众生，永远都是堕落受苦。为什么你不能够成圣成贤吗？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啊，为什么你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？就是因为你贪心了，一毛不拔了，太坚定了，而造成了你今天堕落受苦。勿暴利而坏国家社会之祥和。你不要这种凶暴，暴力就是非常的凶暴很粗恶的行为去伤害到别人，破坏了社会的秩序，破坏了像贩毒杀人各位群聚这样的打群架呀，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。不和谐，你破坏了整个国家社会这种非常祥和的、就和谐的社会就破坏掉了。大家提心吊胆人心惶惶出去了会被偷、会被抢，心里非常担忧受怕。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暴力的行为、很凶暴、很凶恶的行为来破坏到整个社会的和谐，不应该这样做。所以，尤其我们年轻人。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我们千万一定要注意到，不要因为个人的任性而让整个社会受到灾难。那这是千古的罪人是千古的罪人。你是罪魁祸首，以后你的因果可大了，你的堕落受苦的时间很长很长，处在黑暗，没有办法救度的那种恶劣的环境里面。为什么你会遭受这么痛苦？因为你有暴力的行为，很粗暴、凶恶的行为，你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秩序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，年轻人都要三思而后行。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提供给各位所有的莲友们，大家一起来互相彼此鼓励，互相督促。互相鞭策，我相信我们社会会越来越好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会越吉祥。我们非常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